后来即摆有真侪小姐姑娘啊，为着安全起见，拢会随身炸红色龙的喷雾。毋过这红色龙的喷雾，伫咧香港甲澳门是属违禁品，若是早入警方查到，属关罚款台票超过41万，而且会掠去关14年，阁会留案底。所以若要去香港、澳门佚佗，会记哩红色龙的喷雾唔通炸。Once, the curse of an eternal winter was broken by an act of sisterly love. 梦幻的美景，艾伦戴尔王国呈现伫咧眼前，就亲像徛踮伫咧电影《冰雪奇缘》的场景。香港迪士尼新园区成全球买奖，飞去香港观光。不过提醒大家，这个物件千万唔通炒。珍珠宝随身炸防治过喷雾剂伫咧身躯顶，只是过境香港就防走落来，搁伫咧当地留案底，嘛可能会防超身躯、留手纹含卡印。扣起来问回，就法院规定，相关个可能面对10万块港票，等于超过41万台票，含关14年。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女生本来就应该要保护自己，因为路上真的很多变态或是危险的人物，所以本来就应该要保护自己。它包含的类型不是只有防狼喷雾，比如说随身的折叠警棍啊、蝴蝶刀啊，一些防身的用品。它其实都是违禁品。每一个风土民情规矩无共款，违禁品嘛大不同。提醒民众出国旅游一定拢要清楚当地法规，可袂欢喜出去佚佗，好心情就拍歹去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